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9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辨明是非。我们要读士师记20章1到16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有7件事是上主所憎恨，是他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傲慢的眼睛，撒谎的舌头，杀害无辜的手，策划阴谋的心，奔走邪路的腿，编造假证，在朋友间挑拨是非。这记载在箴言的第6章16节。有一次，所罗门他去基遍来献祭，当天晚上，上主就在梦中向他显现，问他：你告诉我，你要我赐给你什么？于是所罗门向上主求赐给他一颗善于识别的心，能够判断是非，好让他能够好好治理上帝的子民。因为他的所求，上主就喜悦，他愿意照他所求的给他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主要赐给他一颗聪明和明辨的心，是前人所没有的，后人也不会再有。所罗门的恳求并非是自我为中心的恳求，而是为了要管理百姓，能够明辨是非，无枉无纵。当以色列人听了利未人的片面之词，并没有叫便雅悯人来对质，辨明事实的真相不是出于上帝心意的惩罚，只会带来混乱与分裂。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利未人分送的尸块后，便同仇敌忾，大家一条心聚集在米斯巴，在上主面前，除了便雅悯支派以外，其他以色列各支族的首领都出席了这次上帝子民的聚会。他们召集的步兵有40万人。因前所未闻的分尸案震惊整个以色列，利未人虽然出面说明案件的始末，但是他的陈述掺杂了扭曲和夸大的辩词。他对自己的错误，或是将妾推出去门外让匪徒任意凌虐的责任只字不提。他只有强调自己所受的屈辱。我们这边看到他为了个人的恩怨，为了惩罚给自己带来羞辱和伤害的基比亚人，他因而煽动以色列百姓。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利未人，挑起以色列和便雅悯支派间的矛盾。一场腥风血雨的内战即将一触即发。而以色列人也没有查证利未人所言是否属实。他们在听完利未人的证词之后，愤怒的以色列人决定攻击基比亚人。照律法的规定，若要定罪，总要听取2-3个人的见证。这是记载在申命记19章15节。但是以色列人此时听完之后，便大家一条心，誓言要为利未人伸张正义，替以色列除去邪恶。在与外部的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团结一致，但却在攻打同族的事上彼此同心联合起来，真的是听了极为讽刺。另外，我们看到便雅悯人也无法辨明是非，行上帝看为对的事，
所以他刻意包庇性侵的罪犯，他们不肯交出基比亚的匪徒，并且他们从各城召集了26000的人拿刀的兵士。除此之外，基比亚的居民也召集了700名使用左手特别挑选过的人要投入这场战争。这些人只优先重视个别支派的利益，而不关心民族的命运。不论是以色列这一些其他的支派，或者是便雅悯支派，其实都没有好好的分辨是非，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将无法避免。也因为个人的恩怨没有经过详查和对质，就造成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内战。利未人扭曲事实，把隐藏的这一些事实遮盖起来。如果我们没有辨明是非，可能我们也会参与在罪恶的当中。我们来默想利未人如何夸大和歪曲事实，来煽动以色列百姓为他伸张公义。那我们的言行是否会破坏我们所属群体的合一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，失去使命感、伦理道德堕落的一个人，他能够使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危机当中。求你也使我们不要为罪恶辩解及合理化，而是能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，担负起应负的责任。求你也赐给我们智慧，能辨明是非，而不包庇罪恶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